轉不和。古天樂慶功宴頭貼頭 TVB 女神麥思晴，反轉場面勁打臉。娛樂圈又有一出反轉大夫上演啦。之前因為一段受訪片段被轉同 TVB 關係不和，對記者態度強硬嘅古天樂喺電影《尋秦記》慶功宴上嘅表現，直接令所有謠言不攻自破。佢唔單止同 TVB 新世代主持麥思晴互動自然，仲頭貼頭親密合照，態度友善到完全冇架子，前後反差大到唔少網友都話被狠狠打臉。早排電影版《尋秦記》宣傳期間，一段古天樂回應記者提問嘅畫面喺網上流傳，被部分傳媒截咗片段之後大肆渲染，話佢當眾串爆 TVB 記者，態度強硬到一啲情面都唔留。呢件事發酵之後，外界紛紛猜測呢位送 TVB 走出嚟嘅影帝，早就同舊東家有心結，唔單止唔願配合 TVB 採訪，甚至對相關記者有抵觸情緒。一時間，古天樂同 TVB 不和嘅講法愈傳愈盛，好多人都信以為真，覺得雙方早就形同陌路。就喺輿論愈鬧愈大嘅時候，《尋秦記》港澳票房突破8888萬港幣，片方就順勢擺咗慶功宴。古天樂作為電影監製同主演，同孫軒、林峰等主創一齊出席。TVB 方面都派出旗下人氣主持到場，東張西望新晉女神麥思晴、娛樂新聞台主持謝淑儀一齊負責現場採訪。照之前嘅傳聞所講，古天樂面對 TVB 採訪團隊，氣氛應該好尷尬，態度又冷淡，但現場畫面就完全顛覆咗大家嘅想象。整個採訪過程好輕鬆和睦，古天樂全程帶住笑容，面對提問從容回應，同兩位女主持有講有笑，一啲距離感都冇，更加冇所謂嘅火藥味。佢好配合採訪流程，專心回答同電影有關嘅問題，狀態放鬆又親和，同之前被惡意解讀嘅強硬形象簡直判若兩人。其中，佢同麥思晴嘅互動最自然，麥思晴採訪得體，節奏又好，古天樂亦都好配合，兩人傾得好順暢，完全睇唔出有任何隔礙。慶功宴完咗之後，麥思晴喺個人社交平台分享咗同古天樂、孫軒嘅合照，將相一發布就即刻引發熱議。相眾入面，三人靠得好近，古天樂自然咁側身向住麥思晴，三人頭貼頭親密同腔，神情放鬆，氣氛融洽，一啲都冇明星同主持之間嘅生疏感。麥思晴亦都喺文案入面表達咗自己嘅興奮，直話拍到呢張合照真係好開心，同時多謝古天樂同孫軒嘅友善。呢番分享亦都從側面印證咗古天樂私下真係好平易近人。呢張合照曝光之後，就成為咗打破不和傳聞最有力嘅證據。網友們見到張相之後，態度徹底反轉，紛紛話之前嘅猜測都係過度解讀，古天樂並唔係針對 TVB 或者記者，只係一向都對事不對人。有網友留言話，古天樂入行多年，一向都尊重專業採訪，只係反感冇意義、偏離主題嘅無聊問題，並唔係刻意為難傳媒。亦都有網友指出，好多娛樂新聞為咗博流量，故意截片段，斷章取義，誤導大家對藝人產生偏見。隨住輿論反轉，當年引發爭議嘅串爆記者事件都被重新還原翻真相。當時喺電影宣傳活動上， TVB 記者向古天樂、林峰、苗僑偉提問三人對電影上映有咩期待。對於潛心創作多年嘅主創來講，呢類問題冇咩新聞價值，仲偏離宣傳核心。古天樂只係對問題嘅邏輯性提出質疑，希望記者提啲更有意義嘅內容，全程都冇針對記者個人，更加冇對 TVB 抱有敵意。但係喺部分傳媒嘅刻意渲染之下，正常嘅專業質疑被扭曲成耍大牌鬧記者，最後仲演變成不和傳聞。除咗呢件事之外，古天樂之前拒絕回答星夢傳奇相關問題嘅舉動，都被誤解成針對 TVB。喺一次公開活動上，有主持突然將話題轉到同活動主題無關嘅星夢傳奇學員身上，要求古天樂俾啲評價。古天樂作為演員同電影從業者，唔係專業歌唱評審，對呢個節目嘅學員亦都唔多了解，隨便評價唔單止唔專業，仲好易引發爭議。所以佢明確話唔回答呢類問題，仲正常結束採訪。呢個行為本身係堅守受訪底線，
保持專業態度，但被惡意解讀成唔俾 TVB 面，仲進一步加深咗外界嘅誤解。其實古天樂從 TVB 藝員做起，靠住一套套經典作品站穩陣腳，成為華語影壇好有影響力嘅演員。成名之後，佢一直都低調務實，將重心擺喺演藝工作同公益事業上面，默默捐咗百幾間學校，卻從來都唔主動宣揚。面對傳媒，佢一直都保持理性克制，配合專業有價值嘅採訪，拒絕冇意義嘅消耗同提問。呢種直爽又有原則嘅性格，卻被部分人曲解成高冷難相處。今次慶功宴上嘅友善表現，先至係古天樂最真實嘅樣子。佢冇因為之前嘅誤解而遷怒 TVB， 亦都冇刻意迴避採訪，反而以最自然、親和嘅態度面對，用實際行動打破謠言。佢同 TVB 嘅關係，並唔係外界猜測嘅不和，而係基於互相尊重嘅良性關係。TVB 係佢事業起步嘅平台，而佢亦都一直保持住對行業嘅敬畏同初心。麥思晴都因為今次互動，意外獲得好多關注。作為 TVB 力捧嘅新世代主持，佢樣貌清新，主持風格靈活，今次喺慶功宴上嘅表現沉穩得體，贏咗唔少網友好感。同古天樂、孫軒嘅頭貼頭合照，令佢即刻出圈。唔少觀眾話，宋兩人嘅互動入面可以睇到，古天樂對新世代藝人好包容友善，並唔係傳聞中咁難接近。喺流量之上，謠言滿天飛嘅娛樂圈，藝人好容易因為一段被剪過嘅畫面，一句被曲解嘅說話，捲入無端嘅爭議入面。古天樂今次嘅反轉事件，都俾大家提咗個醒，面對娛樂新聞，保持理性，唔好被片段信息帶節奏，先至係最客觀嘅態度。好多時候，所謂嘅不和耍大牌，只不過係傳媒為咗熱度整出嚟嘅噱頭，並唔係事實嘅全部。電影《尋秦記》票房報捷，係對主創團隊多年付出嘅肯定，而慶功宴上呢段小插曲，就令更多人睇到古天樂最真實嘅為人。佢唔迎合，唔妥協，專心喺作品上面，堅守底線，低調做公益，真誠對待人。呢種藝人，就算被短暫誤解，最終都會被真相證明。宋秘傳同 TVB 關係破裂，到慶功宴上親密互動打破謠言，古天樂用最沉默嘅方式回應咗所有爭議。佢用行動證明，真正嘅專業同真誠，從來都唔需要刻意解釋，時間同事實總會俾出最公正嘅答案。而那些為咗流量惡意炒作嘅謠言，喺真實嘅畫面同真誠嘅態度面前，始終不堪一擊。而家隨住真相被越來越多人知道，網友們紛紛為古天樂證明，之前誤解佢嘅人都陸續道歉。喺浮誇嘅娛樂圈入面，古天樂始終保持清醒，堅守本心，專心做自己覺得正確嘅事，唔被流言左右，唔被標籤綁住。呢種藝人唔單止可以靠作品打動觀眾，更可以靠人品贏得長久嘅尊重。對觀眾來講，比起啲捕風捉影嘅八卦，藝人嘅作品同人品先至係最值得關注嘅部分。古天樂用幾十年嘅演藝生涯同低調善舉，證明咗自己嘅實力同格局。今次謠言反轉，唔單止令大家睇清真相，亦都令更多人明白，遠離惡意炒作，尊重事實本身，先至係看待娛樂新聞應該有嘅態度。將來，古天樂依然會喺演藝同公益嘅路上穩步前行，而呢段被誤解又被澄清嘅小插曲，最終都會成為過去。對中意佢嘅觀眾來講，繼續關注作品，支持善意，就係對呢位低調務實嘅影帝最好嘅支持。